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午早。咱今来串联今仔日要吟的圣诗第444首。主你调明河顶青草，咱照 PPT 的顺序唱落。好。第一段。练习到这，请将手机关机，也是关做震动，闭慢心，安静礼拜。
来啊，咱着向耶和华唱歌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会众请起立，咱做伙来吟圣诗。圣诗第3首《阿伯兰的上帝》。Yeah.
咱犹原徛伫用新的改名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界名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启应文第20篇，也就是诗篇第90篇。一声，主啊，伊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，众山也袂受造。你永永远远是上帝，你予土造的人归回土粉。对你来看，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。你用大水甲人冲走，人生亲像一场眠梦。早起时发起来无声，愿因为你的受气消灭。你将阮的罪过摆列伫你面前，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下过去。阮的岁数不过是70，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。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？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。上主啊，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？叫你透早就予阮享受你的慈爱。你予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，求你予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。主阮的上帝啊，求你予阮一切工作顺利，求你予阮所做一切亨通。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伫众人当中拣选阮做你的囝儿，予阮伫你创造的这个世界，无过是奴仆。予阮生活伫这个当中，管理伊，享受其中一切的美好。愿看见宇宙万美的奥妙，对身体只有懊恼无煞，发出敬畏的心。愿应该尽到做囝儿的本分，才做一个好管家。但是阮却常常违背你，顺从家己的私心，做出阮并无要想要去做的事。对着应该去做的事，颠倒无去完成，直到这个原本是真美好的世界，充满种种人为的灾害甲苦难。但是因为你的慈爱，你有赏赐阮你的独生囝耶稣，用伊的宝血洗清阮的罪过，而且用伊的教示来引带阮行伫伊的路，来面对这个无稳定、罪恶满满的世界。你所赐予阮遮尔丰盛的听，予阮也会晓学习怎样共款来疼惜身躯边的人。你赏赐阮无共款的才能，予阮有份伫你神圣的计划中，阮感谢你。你阁予阮有自由意志来选择，但是遮尔多自由，予阮常常毋知伫人生的道路中，
是要扮演什么角色？是要选倒一条路？求你差派来到阮心中的圣神，引带阮，伫每一个困境当中有智慧，来做出合你心意的选择。因为阮知，伫属灵的征战当中，阮无法度战赢家己的软弱，求圣神帮助阮，有坚定军队你的意志，也求你伫苦难中甲阮同行，伫顺境中，求你互阮知影爱感谢、爱珍惜；伫困苦当中，求你互阮知爱学习忍耐，然后搁较有信心来仰望你、跟对你。恳求主，互你的国甲你的义紧紧来到这个世界，互你的圣名成做天的万民唯一所呼叫的名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今仔日圣歌队要学落的诗歌是《耶稣人所行无欢喜》。
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记载伫圣经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15节。摩西替伊的丈人米甸的祭司叶忒罗雇羊，伊带羊群入去旷野的西边，到上帝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上帝的使者伫刺皮的火焰中对伊显现，伊注意看到刺皮互火烧，毋过刺皮无烧去。摩西心内想讲：我着越过去遐看即个奇怪的景象，是安怎刺皮无烧去？上主看到摩西越过来要看，上帝就对刺皮内面叫伊讲：摩西，摩西。摩西应讲：我伫遮。上帝讲：你毋通阁行活来，着甲你的鞋脱起来，因为你徛的所在是神圣的地。伊阁讲：我是你祖先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摩西就遮伊的面，毋敢看上帝。上主讲：我确实有看到我的子民伫埃及所受的苦楚，有听去因受毒工压迫所发出的哀叫，因的痛苦我拢知。但我要来解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带因离开迄个地，去肥水佮宽阔、流年佮密的地，就是迦南人、赫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希米人、阿波斯人遐个族的所在。即马以色列人的哀叫已经透到我的耳孔，我嘛有看到埃及人安怎压迫因。但你着去，我要派你去埃及王遐，带我的子民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。摩西对上帝讲：我是啥人，哪敢去见埃及王，带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？上帝讲：我会甲你同在，这是我派你去的证据。你带我的子民对埃及出来了后，恁着来这个山敬拜上帝。摩西对上帝讲：我去以色列人遐，对因讲：恁列祖的上帝有派我来因遮。因若问我讲：伊叫做什么名？我要安怎甲因应？上帝对摩西讲：我是自有应有的，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：自有应有的派我来遮，来恁遮。上帝阁甲摩西讲：你着对以色列人安尼讲：上主，恁列祖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，派我来恁遮。这个永远是我的名，世世代代做我的称呼。今仔日牧师要讲道的题目是拄着你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感谢你自接管，互阮踮伫你的圣殿中间，同齐来听你的话语。求你用你的圣神启示阮，互阮踮伫每一日，阮听你的声，阮也清楚知阮如何来跟对你。同齐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咱会当三组织踮伫上帝的殿内面，同齐来敬拜上帝。当咱每一摆三组织做一伙的时阵，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，这是一个神圣的敬拜，也照着上帝的话语，帮助咱听见神圣的呼召。踮伫神学院中间，定定会伫同学彼此咧分享讲，你为虾米受到感动，要来到伫神学院？这青年人会分享，检采就是踮伫我伫还阁年轻的时阵去参加一个特会，然后讲师踮伫顶悬真认真咧传讲上帝的信息，不断咧发出呼召讲，是主上帝咧找你。是主上帝咧叫你，是主上帝咧呼召你。然后讲师就会邀请讲，现在若是咱中间
有人有意愿要成做传教者，请你会当举起你的手，互阮大家来替你祈祷。都青年人会因为安尼，看到侪青年人愿意举起手来，愿意要成做传道者，一生来服侍主。伫迄个现场，所有人会足感动，所有人会不断为着遮个青年献上祈祷。毋过，遮个热情可能无法度维持伤过久。真紧，当这个敬拜结束了后，遮个情绪真紧就会散去。上帝的呼召也渐渐会听袂到。转到家己的家，转到家己的生活中间，咧无用家己的工作，拄着侪侪压力的时阵，每一个人会继续去问：我到底是啥人？我到底应该爱行一条什么款的道路啊？上帝呼召有当时啊是真清楚，毋过当咱回应了后，行伫这条路，往往嘛充满侪侪无共款的挑战。今仔日咱透过这段圣经节，要做伙看摩西到底伊领受什么款的呼召。若是对出埃及，咱对一开始来读，咱就清楚知影，摩西的人生充满侪侪伊所无度按算的代志。对一开始，伊闪避法老要杀死伊，伊真意外成做王宫内面的王主，毋过迄是埃及人的王宫。伫王宫内底，伊会当过着尊贵的生活。渐渐大汉了后，咱也知影伊看到啥物？伊看到埃及人咧杀希伯来的同胞，所以伊出手杀死埃及人。伊了准无人知，无拍算到伫后壁，互人发现讲，你就是迄个杀死人的人啊！所以摩西必须爱逃走，伊阁继续逃走到伫米甸。来到伫米甸了后，踮伫遮熟悉家己的某，也熟悉家己的丈人，踮伫遮建立家庭。伊对一个王宫内面的王主，成做一个各样的人。伊的身份有真大的无共款。看起来，王主的生活可能比各样的搁较好，但是老实来讲，可能每一个生活拢毋是伊人生上路尾应该要行的路站。毋过无论安怎，现在踮伫米甸，踮伫遮离开法老，嘛甲希伯来的同胞无虾米款的干涉。受压迫的遮以色列人，悠然踮伫受苦的中间，对摩西来讲，遮的受苦应该甲伊袂有虾米关系吧？应该袂有虾米关系啊！我只要逐工照我的日子咧过，逐工过好我的羊群。逐工踮伫家庭中间，互我的家庭会当得到安稳，安尼我的生活就会当稳当啊，敢毋是？无想到讲，上帝踮伫这个故事内面，上帝出手介入摩西的性命，就是迄一日，游玩摩西过着照平常共款各样人的生活，带一阵羊群踮伫遐咧踅。到伫上帝的山，叫做何烈山。在这个山，伊看见一个奇怪的景象，就是头前竟然有刺皮踮伫火内面咧烧，煞无烧去。摩西感觉好奇，所以摩西想要去看，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所以伊准备要踅过去的时阵。对迄个火焰中间有声音走出来，有一个声音对刺皮中间走出来，讲：摩西，摩西。伊讲：这到底是什么声音？是我踮伫遮，我踮伫遮。迄个声音继续讲：唔通阁活来啊，都爱烫你的鞋，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神的所在。我是你列祖的上帝。是阿伯拉罕，是以撒，是雅各的上帝。当这个声音走出来的时阵，摩西遮伊的面唔敢看。读到伫遮的时阵，我会邀请大家想一个问题：摩西到底认捌这位上帝无？
摩西敢认捌这位上帝？自细汉踮伫王宫内面大汉，检采伊捌听过这位上帝，伊捌听过这个故事，但是老实讲，伊毋是真正认捌这位踮伫伊这个整个民族内面的上帝。到伫这个时阵，迄个声音对刺皮中间对伊显现讲，这是神的所在。摩西会惊，摩西会惊，是因为伊清楚知影，伊所踏的所在是神的所在，伊所拄着的这个声音是一个神的声音。这个声音继续讲。讲我已经看见我的子民踮伫埃及受人的压迫，我听见因哀叫的声音，我知因的痛苦，所以现在你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我要找你去到伫埃及王遐，你要将我的子民带出埃及。这是摩西所领受的号召，毋是热情的敬拜，毋是踮伫特别的经验中间听见就清楚，但是这都是一个奇怪的景象。然后对迄个景象中间走出一个伊感觉兴奋的声音，对伊讲：“你就爱去。”这是摩西生命中间，伊必须爱做出重大的选择。倒一个生活较好？继续各样的生活敢毋好？继续各样的生活好啊！因为我有工作，我有家庭，我会当安稳。真正要回应这个声音的时阵，代表讲伊的人生爱充满真大的无共款，伊爱迈入一个完全未知的未来。如果咱是摩西，咱要安怎选？当然，咱会讲，真正上帝若是要呼召咱敢有法度选？毋过事实上，咱的一生拢在选择，咱的一生拢在选择，咱有侪无同款的选择。但是踮伫这个愈来愈紧的时代，踮伫这个新闻消息愈来愈多的时代中间，咱发现讲，就算讲真正咱足清楚，可能听见上帝的声音，真正要做这个选择嘛，无咱想象的遐尼简单，敢毋是？所以会甲大家分享讲，现在的时代是踮伫一个选择有困难的时代，咱真困难做出选择。侪作者咧写册嘛，咧讨论这个问题，就是现主时的人上大的困难，就是无愿意做出决定，无愿意做出真正我确定就是要做这件代志。所以有一个作者伊就讲，这个选择的困难，就是哪亲像咱逐工拢咧看足侪消息，逐工拢咧看足侪消息，看足侪团体的代志，看了足侪，但是无想要属伫任何一款身份，无想要属伫任何一款团体，无想要属伫任何一个地方。社会学家讲吼，这哪亲像液体共款，哪亲像水共款。就是伫遐咧踅来踅去，看起来会当适应无共款的形式，但是咧无法度建立长期的承诺，无法度建立长期的承诺，因为逐个人拢咧惊啥物？咱惊后悔。我即马做这个决定了后，我明仔载会后悔无？啊，有搁较好的选择走出来无？咱嘛足惊，甲侪人有连结。因为既然要连结，我就爱付出，我就爱受到别人的牵制，嘛足惊讲我阁错过真侪好的机会，所以较好的方法就是我徛伫边仔咧看就好啊。遐个人甲我无伫代，遮个代志也甲我无伫代，我只要过家己安稳的生活就好啊。人拢想要选择一条一定会赚的道路，对无？人拢想要选择一条稳当，即个选择会赚，所以要选择一个安全自在的路，无想要做出任何的承诺，无想要负起家己的责任。但是无这个承诺，就无可能踮伫圣诞的中间看见生命会当成长的机会，
看起来咱会当做足侪选择，看起来咱会当看足侪物件，但是这个自由的背后是失去自由咧。看起来咱有自由会当吸收侪消息，看起来咱有自由会当参与真侪团体，但是无真正踮伫迄中间的时阵，咱才是失去真正的自由，因为人啥物拢袂做，啥物嘛拢得袂着，敢若永远踮伫惊吓。你惊讲，我到底得会着，还是得袂着？伫这个困难的中间，摩西的选择看起来简单，嘛事实上无遐尼简单。踮伫原本各样的生活可能较好，会当完成我家己意爱的代志。我过好我的家庭，我过好我的工作，我会当莫做遐尼济。但是当拄着上帝的指点，伊的人生必须爱进入一个无法度掌握的现实中间。伫这段对话，伊犹原想要小沉一下啦。伊继续对上帝讲：我到底算是啥物啊？我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哪有法度会当到伫埃及王遐将以色列人带出来呢？对伊来讲，当然，伊爱返去埃及，伊爱返去迄个原本要生活伊的所在啊，原本要审判伊的所在，伊必须要返去到伫迄个互伊麻烦的所在，而且伊嘛感觉伊甲以色列人已经离开足远啊。我到底是啥物人？我哪会当到伫遐去？就算讲伊清楚讲这是上帝的好调，伊也犹原想要讲啊，我敢会当莫选这条路？我到底是啥物人？不过上帝讲啊，我要甲你同在，我要甲你同在，这就是我所派你去的证据。你甲我的子民对埃及带出来了后，爱做甚物？踮伫这个山顶敬拜上帝。摩西所领受的呼召是：你爱带以色列人出来，因为这个人已经踮伫埃及伤过久，受到压迫，至到因袂记你上帝，所以你爱将这个人带出来，重新来建立关系，重新拄着上帝。重新学习敬拜，这就是你的任务，这就是你所爱做的事。摩西佫继续讲啊，若是我去找以色列人，若是我去找以色列人讲啊，恁祖先的上帝找我到伫遮来，因绝对会问啊，这个上帝到底是啥人？我应该安怎回答？上帝佫继续讲啊，我就是迄个创始心中的上帝。我就是迄个创始成终的上帝，我是迄个自有永有的上帝。你就甲这以色列人讲，我就是这个上帝，我就是迄个自有永有的上帝，是恁的列祖亚伯拉罕，是以撒，是哪个的上帝？这就是我的名，是上帝在找人，是上帝在找人，不是咱在选择。是上帝在选择摩西，是上帝在找摩西返来到底，认捌讲我是什么人。上帝要带摩西返来认捌伊到底是啥人。上帝的呼召将摩西精选出来。过去伊是埃及人，伊是以色列人，伊是王子，伊是各样的人。这侪无共款的身份，踮伫伊的生命中间，我到底是啥人啊？我到底是啥人？咱有遮尔侪的身份，我到底是啥人？上帝讲，你就是我所疼的人，你是我所疼的人，你就是我所要选择、要引出、要互你承担使命的人。照着安尼，摩西要领受真正的自由，也要带以色列人得到真实的自由。这是摩西所领受的呼召。当伊回应了后，咱也知，伫伊的一生中间，嘛毋是一切拢真顺遂的。呼召有当时真浪漫。
但是好调也有伊现实的所在。摩西会拄着侪侪困难，但是也照着这个故事内面，咱重新来学习好调这个字。好调这个字，若是看伊原本的字眼，就是 vocation 嘛。英语叫做 vocation。vocation 是啥物意思？有人翻译讲职业，但是伊搁较清楚的是志业、志业啊，是你一生愿意投入，用你的一生，无论踮伫啥物款的挑战，甲啥物款的困难，我有愿一生要奉献出去，我一生要投入去的，这就是好调，这就是好调。所以好调本身就有神圣的意思。无论踮伫咱的家庭中间，这是神圣的；咱踮伫家庭中间爱负起责任，这是神圣；踮伫工作中间，咱也有咱神圣的所在；踮伫信仰内面，咱也行入这条神的道路中间。所以咱愈来愈清楚，咱咧跟对上帝。正做上帝的囝子，咧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阵，伊搁较清楚的就是，咱是咧学习为着别人来活。咱咧学习的是，咱为着别人来活，也照着为别人来活，递到互咱的生命通正做圆满。这是呼召的意思哦。为着别人来活。递到互咱家己的生命通得到圆满，无论踮伫家庭、踮伫咱的工作、踮伫咱的人际关系、踮伫咱的教会、踮伫任何一个所在，正做一个基督徒上界重要的使命，就是为着别人来活，然后照着安尼，咱体验耶稣基督的拯救，互咱的生命通得到圆满。这是咱咧追求的道路，这是咱所咧行的。所以，上帝的呼召，毋若临到伫要正做传到遮的人身上，上帝的呼召也同款临到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。都虽然咱会亲像摩西同款，我原本过我的生活，敢毋是足好的。我原本过我的生活，我会当有家己的节奏，我会当有安排家己的生活。当我选择要回应上帝，为着别人来活，要带遮以色列人的时阵。你就会面对什么款的困难？所有人拢会将伊的生命问题带到你的面前，所有人拢会将伊生命中间的挑战甲问题带来到你的面前，期待讲，摩西你会当替我解决无？这其实这就是为着别人来活上界大的挑战。咱会愈来愈发现讲，咱的时间互咱切断。咱的时间，现主是这个人的需要，我就需要调整我的时间去到伫遐。遐个人的需要，我就需要搁为着这个人付出。看起来，咱原本咧超出是一个我家己会当安排我的时间，我安排我的生活，我了准讲这是完全。现主是为着大家，我就爱切做足侪顿的。为着别人，我爱付出这个时间。遐个人有需要，我爱去替伊祈祷。遐个人需要关心，我嘛爱去到伫遐。看起来，咱的时间拢互人切甲一段一段，无就圆满。但是上帝讲，真正的好调就是安尼。真正的好调是咱踮伫陪伴每一个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中间，对这个人的故事，对这个人的需要，看见基督的疼，看见基督为咱每一个人行伫十字架的道路。照着安尼，咱掠准是破碎的，结果这才是真实的圆满。咱是为着边仔的人所存在的。所以，当这个时代充满遮侪挑战的时阵，这社会学家会讲，要跳出这个捆绑，要跳出这个捆绑，上界重要就是你爱去行动，你爱去行动。就侪人拢停伫遐讲啊，我要等一个。看起来较好的机会，我要等一个较安稳的机会，我要等一个互我较安全的机会。但是社会学家会讲，你上界重要就是你爱去行动。当你学习为着别人付出，当你学习踏出去的时阵，你生命中间的惊吓，虽然有可能还阁伫的，
但是迄个行行会消失一大半。你的行行就开始渐渐的消退，只要你愿意行动。伊则继续讲，其实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奉献，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奉献的意思。伊互奉献两个真重要的意义。伊讲奉献是要做啥物？奉献是互身躯边的事物成做圣。咱的奉献爱互身躯边遮的事物成做圣。第二个是你会当长期坚持踮伫这项事中间，这就是上帝的号召。相信这项事是圣的，然后会当长期不断的付出，这就是奉献。当咱会当对一件咱所得到、咱有热情的事，做出承诺、做出选择、做出决定的时阵，咱就是咧成做一件圣的代志。所以，当咱踮伫风台天，咱游玩踮伫遮咧做礼拜，这是圣的代志，这是神圣的代志，这是咱一生的回应。虽然有可能拄着风雨，但是我犹原一世人踮伫遮，就算是一个遮尔细的行动，这拢是神圣的。信我对逐礼拜踮伫遮练习献诗，就算讲足辛苦，逐礼拜踮伫遮不断咧锻炼，但是长期一直咧练习，一直咧服侍，这也是神。咱每一个人如果用神的态度来看待咱的生命，咱的生命会无同款。咱学习尊上帝最大，掠上帝最圣的时阵，咱的态度会完全甲过去有无同款的改变。所以，当咱咧读咱的信仰告别，咱拢会一句是啥物？圣道的相通，就咱拢真紧都读过啊。但是，当咱咧告别讲咱咧圣道相通的时阵，咱敢有亲信？咱都是圣道。咱每一个人是圣道，所以踮伫遮，这是一个圣道的相通，长期的委身，长期专心的服侍，长期愿意坚持落去，为着别人来活，照着安尼圆满咱家己的生命，这就是圣道。所以，当到一开始所讲的，遐个青年人有热情咧回应号召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甲遮个青年人咧对我因分享讲，你爱清楚知影，这是你一生的决定。无人会讲，当你做这个决定了后，你就会一切拢足顺遂。你会拄着打击，你会拄着困难，你会拄着一超过你所想象的代志。但是上界重要的是，如果这是上帝的号召，踮伫这条咸菜弯弯翘翘的道路顶面，你必然会得到上帝的恩典。这需要长期的决心，这需要长期愿意的投入。所以踮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生命中间，咱每一日拢在领受上帝的号召，每一日拢受上帝的邀请，过一个圣的生活。当咱三主日踮伫遮，咱真正经验圣道的相通。当咱拄着上帝，当咱听见上帝话语的时阵，咱会当得到真正的答案。我就是上帝所听的人。咱会讲啊，我到底是啥人？我毋是真伟大的人，我是软弱的人。但是，照着这段圣经，咱清楚知影，我就是上帝所听的人。咱就是上帝所听的人。踮伫一生，咱会行伫这条未知的路途。伫这条未知的路途中间，咱会看见上帝必然有恩典，上帝必然会引带咱，互咱亲像摩西、亲像这以色列人共款，
做伙行出埃及，做伙迈向真正的自由。但是，迄个自由建立点是啥物？伊所领受的任务，你爱带因出来，登到伫即个山顶，踮伫遮敬拜，认捌我就是即个自由应有的上帝。认捌上帝帮助咱，互咱行伫神的道路；认捌上帝，服侍上帝，帮助咱，互咱成做真实的圣道相通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，拄着你。我是王子，住伫尊贵的居所，观看世人劳苦，宛然一场戏。直到迄一日，做引诱我入局。我是各样人，活伫自由旷野，观看羊群咧奔跑，认为人生就是安尼。直到迄一日，看见火中的刺皮，拄着你，改世旧人生，行入不可知。王子甲各样人，拢毋是我归所，我是甚物人？拄着你，迎接新使命，承担同胞苦，带人出埃及。我是甚物人？是你所疼的人。咱是上帝所疼的人，伫一生中间领受伊的呼召，用咱的心来回应伊，成做真实的圣道。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来回应。请咱坐咧咧吟，注力调明河顶清楚。注力调明河顶清楚，灯光主心跳你，照你的未来我内心明白你最望无足可在大堂之起我心，每地我的心爱，我所念尊贵所万花世尽都可，完整喜剧的高喜情，最后算我亲自出境，渡过条你我是一定，加拿我心宿命，我最目遮看休奔跑，我的自由空野，了最真心就是爱你的高看起皮相袂起，一颗心只不可知，到底着做甚物？王子目遮我拢毋是留伫我心里人，拄着你承担心使命，因带同胞拖出苦境，才知我是甚物人，是你所疼的人。自你交代我眼所着罪，无论担多济下，
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感谢你，竞选管通成做你的囝儿，通互管踮伫一生中间，无论拄着甚物款的处境，拢清楚知你永远甲阮同在。也照着安尼，阮清楚知影你一直咧呼召阮，爱阮为着身躯边的人来活，照着关心，照着付出，照着奉献。照着长期的参与，互阮的人生通哪来哪行远，真正的完全。因为这就是你，你是自有永久的上帝。你叫阮，你找阮，你也调阮，互阮成做真实的圣徒。踮伫每一日，阮活出圣的生活；踮伫每一个礼拜，阮学习。圣道的相通，也互阮会当踮伫社会中间，成做水的见证来回应你。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照着认捌耶稣基督，阮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也行伫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时，阮知影你的恩典永远伫地，因为阮是你所疼的人。同齐伫遮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。请坐，咱来看几项教会的消息，甲咱大家三分享。即个礼拜拜三的圣经学堂踮伫山顶，咱所要读的所在是《使徒行传》16章16节到41节。咱嘛欢迎迄个新年对于大社教会转接，这是英顺的太太吼。新年对于大社教会转接，咱的教会中间。好过来，即礼拜是步会周，所以也请咱会当调开步会。后礼拜咱要踮伫礼拜煞来调开中职会，所以请咱会当注意这个时间。后礼拜下晡嘛有中会教育部的活动，中会教育部要踮伫咱教会举办主日学师资训练课程，邀请我来分享，主题是怎样
编写故事甲传讲，搁来台中传达部踮伫9月24，这要邀请荣顺来分享教会历史导览行动数位化的讲解甲方法，所以这是2项中会的活动有兴趣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做伙来参与。好，妇女团体已经踮伫8月20举行年会，选出干部，所以请咱来看这个首播。圣歌队会踮伫9月16。6点半伫101教室来举行年会，请咱的队员来注意这个时间吼。好今仔日咱也欢迎赵木明老师。赵木明老师头一摆踮伫咱中间做礼拜。赵老师是9月1号上任空珠庙的执行长，孔子庙执行长。伊是迄个德国。不是美国，伫美国奥斯汀长老教会受洗。奥斯汀长老教会就是个李洪道，李洪道，咱教会出身的李洪道长老踮伫遐，所以真欢迎咱赵老师会当踮伫咱中间，欢迎伊。过来有一位陈美玲姊妹是美玉姐的好朋友陈美玲姊妹踮伫后壁，咱也做伙欢迎伊。原来会当踮伫礼拜三以后，咱继续做伙分享，做伙交易但是嘛惊风台所以等下，但是趁还未风雨的时阵，咱会当注意咱交通的安全，嘛继续为着风台来祈祷，因为这已经是几年来头一个登陆的风台进前拢无一摆，这个真正要一来嘛，踮伫祈祷中间纪念5万迈对咱整个台湾造成伤过大的伤害。好，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，咱来读2遍。上主看到摩西活过来要看，就对刺皮内面叫伊讲：摩西，摩西，摩西应讲。我伫遮，出埃及记3章4节，上主看到摩西活过来要看，上帝就对刺皮内面叫伊讲：摩西，摩西，摩西应讲我伫遮，出埃及记3章4节，咱请。起立来吟祝福车客的诗歌，愿主仁爱甲你同在。愿主仁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哪所在，愿主。受上帝祝福，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正大家3弟弟，对打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阿
Amen.